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14，申命記32章40安尼講：上主是石盤，伊的所做完全公平，伊是信實的上帝。攏無不義，伊公義閣正直。三甲來祈禱，所做完全公平，信實公義閣正直的天父，願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至權至聖的活命主宰，你是疼痛至善的主愛天父。主啊，原來到你的施恩寶座前，要來頌讚你的聖潔甲公義，因為你的道路是完全，你的審判是公正，你的真理永無改變，你的律法永遠堅立。主啊，願有罪的人要來到你的面前，求你赦罪恩臨到阮。主啊，我要因為你的聖潔來敬畏你，我要因為你的慈愛來感謝你。主啊，因為你是石盤，你的所做完全公平，你是信實的上帝，攏無不義，你公義閣正直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